国民党10月18要选党主席，即阵在网络顶说是有 AI 做的假影片，散布候选人霍龙斌甲议员刘彩薇相亲的假影像。刘彩薇今仔日已经正式报案。赵少康是指控讲这是中国出手的，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党内要团结。也若是民进党嘛，趁机会发声，呼吁要爱推动这反渗透法等等的国安法案。随国民党主席选举激烈化，出现网军用 AI 制作影片，甚至出现候选人霍良斌加台北市议员刘彩薇揽伫这的画面伫网络散布。经过甲团队律师讨论，刘彩薇10日正式报案。侮辱性，而且是用这样子来介选的一个行为 ，AI 变造的一个方式。其实过去我已经不是第一位受害者，绝对不会容许背后的引武者、背后的那一只黑手。也啦，战斗拿发起人赵少康直接指明是中国介选，强调已经是国安的问题，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彻查。不过霍良斌只是表示是境外势力介入，不愿意明确来指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团结。希望这个党主席的选举，我们6位候选人让国民党更团结，让国民党更强。我们国民党最重视的就是国家安全啊！我一再强调，国家安全是不分党派的。看到非常多的假账号、假 IP。都是在3个礼拜前成立，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是事实。民进党是讲中国长期介入台湾选举的行为早就真多，不是新闻啊，也呼吁条约应该斗阵来共同防堵中国各种渗透甲威胁。知影代志大条了，那就请国民党立院党团跟着民进党一起来推动反渗透、反介选的相关国安法案，不要再挡。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讲，当政党内部选举拢会使用大规模来干预，未来国家层级的选举面临的挑战会更加严重。那政治人物，一般民众也可能真侪受害者，要赶紧建立防范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